你知道 DSR 嗎？它可是會直接影響你貸款的關鍵因素。DSR 就是 Debt Service Ratio， 也就是償債比利率。它是衡量我們償還貸款能力的計算方法。銀行會根據我們的淨收入和目前的債務來評估還錢能力，進而決定是否批准貸款。DSR 究竟怎麼算呢？其實很簡單。DSR 等於每月總債務還款額除以每月淨收入乘以100%，這裏的每月總債務包括樓按、車貸、信用卡最低還款、私人貸款、循環貸款等所有固定債務支出，而每月淨收入是指稅後加上強積金供款後的實際收入，可不是稅前收入喎。銀行一般有個紅線標準，如果 DSR 高於70%，貸款就會比較難獲批。那要是 DSR 數值太高，有什麼破解辦法嗎？這裏有4招。第一招是結餘轉戶，把高息級數轉到低息分期，這樣能降低每月總還款額，從而降低 DSR 數值。第二招是收入注水提分子，申報所有收入，像加班費、佣金、租金收入等。不過租金收入需要提供租約和銀行月結單，還可以把穩定兼職納入，比如 Uber 司機、freelance 項目，但需要有6個月記錄，這樣能提高淨收入，降低 DSR 比率。第三招是延長還款期減額，可以向原有貸款機構申請延長還款期，比如樓按從20年延長到25年，新貸款直接選最長還款期，像從4年延長到6年，單期月供減少了， DSR 數值也就降低了。第四招是擔保人抵押品破上限，加入 DSR 低於40%且收入穩定的擔保人，或者提供保單、定存、股票等抵押品，銀行就有可能豁免 DSR 上限。多多了解自己的 DSR 並優化它，才能保持財務健康。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歡迎留言告訴我，關注我，了解更多財務知識。